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祝你一点关联存望，祝你一直的带领同在。祝我等我用信心来困求你的时候，透过当天的服侍的祈祷，祝你一点大关联着，只是充满伫兄弟姊妹成就。灵内底无自由，奉耶稣名，你来讨帮，互因得到自由。祝因的身躯的病痛，啥物所在的病痛，祝你拢知，祝你来坚强，你来勇壮因的身躯，互因灵会通伫遮来得到自由。主啊，当因大大开嘴，你就要大大充满；当因伫遮你来恳求，你一定关联透过因信心来领受，主啊，要帮助讨帮因拢得到医治。主啊，感谢你。将你医治的大关联，这时阵透过当天的服侍充满的时阵，主这的兄弟姊妹，因就经历你医治，你的圣手来帮助因，除去这的癌的细胞离开，主啊，这的久长病痛，互因会通经历你的医治的大关联。主啊，感谢你，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做伙来起立，咱要为着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做伙来上帝话，做伙来。若是恁着逐时警醒祈祷，互恁会伫闪避将来拢总的事，来徛伫人主的面前。感谢主，咱要做伙为着主日牧师要来分享主的信息。互兄弟姊妹心窍会通拍开，咱也有这医疗团队伫图书馆遐在做医疗的咨询，帮助因带有上帝的关联，充满伫因的心中，大快乐，透过因的服侍，拢会通伫遮互人来经历主是关联的上帝。这礼拜小会也问道理。后礼拜有5位成人洗礼，3位信仰个别1位健身礼，2位小儿洗礼。咱用主的名来祝福，互每一个人透过无同款的牧区，拢会通得到好的牧养。特别为着这老人这咱的成人牧区的6年这牧区来做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阿罗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赏赐逐项的恩赐予阮，也阮会通伫遮做伙透过祈祷来守望来祝福，主你的话会通真做大关联，充满伫每一个兄弟姊妹拍开的心灵中间，互阮硬的心会通变柔软的心，互阮会通伫遮大大开嘴来领受你恩典就降落充满伫阮的中间。最后，每一个年龄层拢得到好的这牧友照顾，也为着这年长者的牧区老年牧区，祝福这特别有侪社区入来伫教会的这兄弟姊妹。主啊，阮看见因的心已经柔软，阮看见一个一个拢要得到救。主啊，阮看见每一个人拢要伫遮来拍开心门来迎接主。主你要成做因性命救主。愿主你来兴起你的教会，成做得人亲像伊的教会。愿主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恁甲我着三甲学路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主要使阮每一个人成做伊大能的勇士。
建立一群大力勇士，一群充满福乐的勇士。因要靠我信心去讨好伊，我要荣耀我宝贵。咱三个来唱。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互咱我靠你坚固你，做一个合做一个，伫你心行的歌。请姊妹来学咯。大家来唱。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互阮我靠你坚固你，做一个，合做一个，伫你心行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力勇士，一群充满福乐的勇士，因要靠信心去讨好伊，我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甲咱教会，互阮我靠你坚固，才做一个，合做一体，伫你心行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力勇士。充满福乐的勇士，因要靠我信心去讨好伊，我要荣耀我宝贵的主啊，兴起甲咱教会，甲咱教会，互阮我靠你坚固，才做一个，合做一个，伫你心行的。咱搁来宣告，主啊，兴起。主啊，兴起，甲咱教会，互阮我靠你坚固，才做一个，合做一体，伫你心行的，才做一个，合做一体，才做一个，合做一体，伫你心行的国度，才做一个。才做一个，合做一体，伫你心行的国度。咱将因邀归乎咱的上帝，遐你姊妹真侪。咱搁一到来到上帝面前，用敬虔的心来学好伊，来敬拜伊。
双手敬拜伊，我要予落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大地尊重。我要专心专意予落你。我专心地正敬拜上帝，专心专意予落天顶的命。我专心地正敬拜上帝，予落伊荣耀甲万世。我专心敬拜伊，我也双手敬拜伊，我要予落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大地尊重。我要专心专意予落你。我专心敬拜伊，我双手敬拜伊，我要予落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大地尊重。我要专心专意予落，我要专心专意予落伊。我要专心专意予落伊。当我心灵跋倒，心情真忧闷，为难恁讲，我心叮当无味。我心脚无伫这安静地听话，伫到你来陪伴伫我身边，你扶持我，我徛伫悬山顶，你扶持我。经过大风大雨，我坚强，有你做我的脚步，你扶持我，超过我的心意。我心灵跋倒，心情真忧闷，为难恁讲，我心叮当无味，我心脚无伫这安静地听话，伫到你来陪伴伫我身边，你扶持我，我徛伫悬山顶，你扶
主，阮的心较无亲像落翕无溪水来翕无你，翕无你的话，翕无你的同在。特别伫阮忧伤失志，伫阮软弱的时，伫阮拄着死失的时，伫阮无顺遂的时，阮恳求你的圣手来扶持帮赞。伫阮顺遂的时，求你帮助阮，会通记得一切拢是你所想事，会通归荣耀予主上帝。想使阮伫遮学乐敬拜，是你欢喜来感纳的。想使你透过阮的学乐敬拜，互你的宝座设立，互阮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是阮的宝座前大大开喙，你就大大充满。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来吟圣诗257首，圣诗257首，求主复兴教会，请起立来吟全首。三甲来祈祷，恩典满满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有落你。你是至权、至大、至尊的主，是公义、仁爱的主，也是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万人事拢伫你的列里下面有处事来运行，互阮受造的作类，会当伫中间来享受所创造一切的美好。阮大大感谢主你的听从。主，你是圣洁的主，是无所不知的主。你讲，阮若认阮家己的罪，你的确要赦免阮的罪，洗净阮一切不义。阮要用你来白了阮的罪，承认阮的过犯，无隐瞒阮的歹。恳求主上帝赦免阮的罪，洗净一切不义。搁用你的话来充满阮的心。互阮有换新正直的灵，继续来跑走头前的路站。爸上帝，过去即礼拜有发生培养马的车祸，造成18人的死亡，以及将近200人轻重伤的严重事件。阮看见中间是真侪累积真久的问题所造成的。恳求主安慰的灵，甲遮遗作伫咧，医治遮的伤者会当早日恢复健康。也恳求主上帝，你的公义彰显伫即边的事件的检讨中间，会当彻底来改善，互百姓有一个安全佮放心的交通运输。主啊，爸上帝，阮最近有2位长辈，佩林老师甲真安老师，前后拢望主温调，转到天家。恳求爸上帝，你安慰灵甲遗作伫咧，陪伴行过即段情感悲伤毋甘的日子。家庭气力，存着未来伫天家要去相拄的信心，继续跑走天路。
听人的主，阮也恳求你圣神来稳固游牧师的喙，透过伊今仔日的讲道，互阮兄姐拢会当拍开阮的心窍，来领受主你的教示甲你的勉励，互阮阁有气力伫咧传福音顶面，有阮会当知影安怎来传，互主你的福音讲传，互遮个还袂入捌主你的人会当得到救赎。主今仔日有医疗的关怀，离小牧区午餐约会，以及青年牧区即两昨甲今仔日伫新竹所举办的核心动工退休会，以及过来拜六的小会，恳求听堂的主来保守带领，互咱顺利完成。所规划、所执行的事工，正做广传福音的管道，引带人灵魂得救。手术满满的主上帝，感谢过去这段时间，透过德福关怀社区的事工，来邀请侪附近社区的朋友参与乐龄小组，来认捌你这位国真国活的主。恳求爸上帝继续来赏赐智慧甲气力，互区长、美位长老、甲文成长老，以及武装、怀东、黄辉、美珍、云霞等小组长，来引带这朋友成做主的儿女。恳求主上帝也拍开组员的心，会当陪伴来接受福音，祝福伫每一位组员心灵勇行，也感动桃园区的所有的乐龄的朋友，会当来参与德福关怀据点的活动，生命得到改变，得到救赎。爸上帝，阮将阮的祈祷摆在你面前，恳求主你来听。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要交读经文，经文伫圣诗后面第57篇，对约翰15章来的。经文57，我是真的葡萄树，是种葡萄的，念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把伊生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家己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恁着甲我结连，我就甲恁结连。枝无念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因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枝，互人迄出去外面。互人捡规堆迄落火烧。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啥物，求就互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这是要请福音诗班来献诗，来军队我，来军队我。
即时要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4章第1节到12节，图原本是167页，其他版本请甲看荧幕。使徒行传第4章第1节到12节。彼得甲约翰对群众伫讲话的时，有祭司、圣殿的守卫官、甲撒都该派的人来，因非常生气，因为即两个使徒咧假是证人，根据耶稣的国话，宣讲死人国话的事，因就掠即两个使徒，甲因拘留到隔日，因为天已经暗，听到信息的人真侪信，查甫人的人数差不多有5000。隔日，犹太人的领袖、长老甲经学教师聚集伫耶路撒冷。大祭司阿那甲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甲大祭司的家族拢伫遐。因叫使徒来徛伫因中间，问讲：恁靠什么权能，奉什么名做即项代志？迄时彼得受圣神充满，应讲：各位民间的领袖甲长老，阮今仔日若是为着互即个骹歹的人得到医好即项好事受查问，恁大家甲所有以色列人拢着知，这个人完全勇敢徛伫恁面前，是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即位耶稣，恁家己定十字架，毋过上帝互伊对死人中国话，伊就是圣经所讲，恁遮的起厝师傅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兆。耶稣以外拢无拯救，因为伫天的人间，上帝无赐别的名，互咱通靠来得救。以上，即时请本堂主任牧师尤牧师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教会背景，教会背景。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伫教会心意就是爱人人得救，无愿有一个人沉沦，也透过正教会每一个信徒会通为主来做见证，或者永活的福气会通临到伫每一个阮的亲友的身上，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互阮有信心照安尼去行，真做有福气的人。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月，牧师团队用教会背景直接来做咱的主题。透过咱看主，伊伫加利利山顶来享受交托大使命，亲像使徒这马太福音28章19节，伫遐讲，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讲恁着去，恁是咧指什么人啊？家己边仔讲咧讲你啦，嘛有咧讲我啦。所以恁就包括讲咱每一个人吼，毋是讲牧师你去吼，长老你去吼，本省长老去吼，啥物人去吼？毋是，是指咱每一个人，恁着去要安怎招万百姓，就是咱的亲友，伫咱中间无信耶稣的。拄仔我问一位姊妹伫楼骹，来到教会，你有洗礼无？未哦，未也好吼，未好，就是爱带伊洗礼啦吼。无咱敢若听，一粒头大，总是身躯安尼3比8，无法度行嘛，无法度行入主恩典的道路。所以洗礼足要紧，你知无？念明来讲，为什么遐要紧吼？主要所交代因，讲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做啥物？行洗礼吼。所以后礼拜咱有5位成人洗礼吼，就是16岁以上，你若认捌耶稣是国外的主，相信伊是国外救主，会通接受伊成做你性命的救主吼。毋是你等你读圣经拢读完全了解毋是安尼啦吼，是讲你有感动深信耶稣确定伊有对死亡的中间来赢过死亡的关系吼。你着通随时接受，然后伫属灵的即个生命内底信仰好亲像洗礼了，好亲像囡仔慢慢安尼读
咱教会透过无共款的装备训练来教导，透过小组的分享，互咱的属灵生命愈来愈捌讲原来因耶稣是啥物款的主上帝。耶稣甲因交代讲恁著爱等毋知要等到当时啦所以因著听趁耶稣的教示讲好，阮伫遐等伫遐做伙祈祷，伫遐来感谢伫遐来恳求。叫因伫迄个听候的中间，《使徒行传》2章就记载伫五旬节的时阵，当因咧聚会咧祈祷、学老的时阵，圣神就降落，充满伫因内底。透过彼得的讲道，或者的对其他所在来伊朗、伊拉克对罗马帝国的东部遮的侪遮的所在，阿拉伯等等遮，因来到伫耶路撒冷遮的侨胞倒转来伫遐伫听哪会讲咱遐的腔口，佫听有佫听了迄个话刺插你知无？刺插因的心。安尼阮要安怎做啦？彼得讲，恁爱悔改啦，恁爱回转伫耶稣面头前领受即个洗礼所以咱讲圣神甲面上甲同在充满，遐耶稣互人掠的时阵，走甲困境走甲无看人即马呢？伫第4章看见因还敢徛伫迄个公会，敢徛伫祭司即个殿司的面头前，大声来放胆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咱看即款的改变，是因为圣神临到伫因的心内底。有当时检查咱来讲，牧师我袂晓传福音，我毋知影传福音，我毋敢。我若要讲，要甲人讲的时阵，就安尼骹手皮皮搓安尼我甲你讲，这学生过去嘛是亲像安尼啦。你掠出讲牧师安尼徛到遐在安尼是一工两工就会毋是嘛是要经过训练你若初去读新人医，若要讲到迄两支骹若亲像高低安尼，你知无？高低安尼皮皮搓嘛是会皮皮搓，嘛是会紧张总是慢慢爱操练，慢慢操练讲一遍、两遍、三遍安尼你就会真熟，知影要怎讲。较要紧就是圣神的同在，甲咱三彼得充满互咱有胆量。所以初代教会遮的门徒伫使徒行传第2章讲一篇讲道一场布道会，就偌济人几千人信主。第2章讲的几千？我拢比好咧3000对3000人3000人是敢若讲啥物人？查甫人呢？若福音人加落来不止咧，对无？教会陪家好毋好？真正好吗？好极呢！3000入来，咱的教会赞会了的，好嘛？爱餐食无够空间无法度后来咱看第4章，伊透过安尼伫遐咧讲道，几千人，5000呢？若无算遮的福音人甲囡仔若甲算落，安尼超过几啊万，对无？若安尼造成教会初代教会就有一寡遮问题要安怎？所以后来伫迄个安家银行安家银行分了就无公平知无？因咧分遮个日常的生活时就无公平就遐个讲因为你话讲，恁拢无公平阮遮个寡妇得到的甲遐犹太人的寡妇得到的有平济无？无平济无公平所以后来就竞选几个执事，7个执事有圣神充满会当有好的行为，伫遮来帮衬使徒。好，亲像竞选遮中集起来协助牧师安怎来治理教会所以遮个事务的代志无牧师，迄门对歹去牧师牧师迄冷气有问题牧师安尼好毋好？所以咱就有总务部嘛，对无？咱就有遮个管理员，咱有等等遮。
所以这执事选出来，互使徒，就是互这牧者会当专心讲伫上帝话啊，伫遐来传道，然后伫遐来牧养。所以教会的得救的人人数愈来愈济。头前有一句讲啦，因得到众人的欢喜。总是教会人数济，咱嘛爱思想讲，教会要怎互这个整个空间牧养会通顺遂？啊，若无就会出一寡这个问题啊。哦，爱参照一寡这个问题出来啊。讲牧师啊，啊你嘛讲一下吼，爱食爱餐爱有规矩啦。哦，啊，着袂前袂食吼，啊，着咧包啊啦，吼，吼，啊，所以来着爱安怎教这规矩。我啊，得养汤吼，我牧师你嘛讲一下，啊，迄个规汤，啊，迄个汤的鼎吼，啊，伊着碗揢起来，啊，伫中吼，啊，着卡，啊，伤满，佫倒挂落。你若伫后壁，你看着，你敢食无？你敢啉无？毋敢，啊，佫无人敢讲啊，啊，所以教会需要有人讲无？需要。哦，啊，有人啊纸吼，啊，一直带吼。我讲教会这是教会资源啦，哦，啊兄弟姊妹去遐讲可以骂呢，哦，啊我实在看袂落，我去遐讲哦，啊你本色牧师啦吼，我，是啊，迄个树红顶都看袂过吼，都甲念啦，啊嘛是一直讲，所以。兄弟姊妹，教会就这个问题，总是咱嘛是爱出去听变怎甲教导的。哦，一直没本色牧师吼，所以哦，有当时啊，你啊秀才拄着兵啊，有理讲袂清啊，对吧？所以有当时啊，你教会人数加添的时阵吼，咱需要透过圣经的真理来帮助因，来教导因。21号。下晡时，我拄仔咧甲如山执事因姊妹咧讲这福音嘛吼。我毋知讲发生遐尼大个代志啊！昨日看到新闻，才知讲哇，伫迄个21号下晡4:50发生这普悠玛啊，因为啥物？因为人的疏忽，因为调度的问题。这个司机发现讲这台车有问题啊。行的，停的，安尼吼，所以就伫联络中间就讲，啊无会使甲迄个 FTP 吼 ，FTP 其实就是自动伫保护啊伊车辆的即个安全吼，怎啊甲关掉？啊，今仔日新闻讲，啊检测第7车厢迄档啊有问题，哦，所以迄个得行佫甲扳掉的吼，规个车就变啊。所以咱看见这造成18人会死无，其中嘛有基督徒啊。哦，这张嘉颖老师，这是迄个北南国中的英文老师啊，吼。啊，佫有对6岁囡仔一直到2年长的，拢有18人死无。像要我200吼个人轻重伤，即摆还佫有伫9号病房。有一个姓董的即个家庭，家族安尼17，哪像17人要去啉喜酒啊，到几个人过身，8个啊2个佫伫9号病房啊，真悲惨对吧？我咧想讲，有个人吼，上帝甲问，啊你哪会来遮？伊可能会讲知，啊我伫咧困，啊困啊袂醒就死啊，敢毋是嘛？有个人真侪伫困眠的中间就离开世间啊。唯一活地就是这救援人员赶紧去甲抢救，会当互伊有一条活命。兄弟姊妹，咱伫抢救这属灵的性命嘛是相款哦。检查咱的亲人也未信主啊，所以我就会问讲：啊，你有洗礼啊无？你是毋是抓了这个永远的救恩？那安尼，你随时检查伫困眠的中间离开这个世间，你嘛知影你要去啥物所在，你嘛有这个把握，敢毋是嘛？若无真正有做这个遗憾。过去捌有会友，我过去无的会友，伊囝儿
捌伫迄个过年咧食买个中间，就过身死伫人遐。牧师啊，你会当甲洗礼者袂？你会当甲洗礼袂？我要安怎甲洗礼啊？伊就无法度应要安怎甲洗礼吧？啊，无至少你嘛讲像我伫交白房啊，甲问讲啊，你有要信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神做你的保卫主啊，上帝做你的天父啊无嘛目睭搁捏一个，也是点一个头，哦，迄表示伊还阁有迄个自由意志嘛。啊死也要安怎伫遐来为洗礼？哇！迄个工厂的主人啊，牧师你会使来甲引魂一下袂吼？足惊！我牧师都无法度引魂啊，无好啦，我咧穿大礼服穿的吼，兄弟姊妹中集少的去遐做礼拜啦吼，甲祈祷啦吼，互伊心安一下吼。人就是安尼，拄着这困难时，毋知要安怎，要寻求对来帮衬。好，亲像即张相片相款，赶紧来抢救哦！伊还阁有气势，还阁有活命吼，紧来抢救伊。上帝嘛爱咱。透过安尼，互咱知影讲，教会陪家就是爱安怎抢救这灵魂，互这未信的亲友会通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咱透过无共款的这个牧友，有老人、有成人、有青年、有儿童，咱就透过这无共的这个牧友的兄弟姊妹来为着因伫因的信仰来造就帮助因。咱做伙来经历迄个教会陪家的欢喜，但是到陪家，咱来想讲，咱的空间有够。所以最近咱成立一个前瞻减小组，就讲望咱来规划咱的空间会当搁较好势，无够也要安怎？哦，隔壁吼若行过好啊，祝祷安尼吼，祝福的祈祷啦哈。祝福因吼。互因会通搁较去别位发展，边若会通甲买落，毋是搁较好，对无？所以祝祷吼，祝福的祈祷。初代教会有3个真要紧的宣教的面向吼，就是因伫生活中间继续伫分享、伫关怀遐个无够、遐个有欠缺人的需要。你知影当时教会吼安尼人一直入来。其中无共款，才会有需要的人。有的是安怎？伊信主了安怎？你著信耶稣好信耶稣吼，互你安怎？恕我食，恕我穿，恕我欠钱免还啊！你著靠耶稣就好啊。所以检察有的人去互家庭的人排斥出去。这古早咱台湾社会拄福音传入来，就做这情形的。所以教会来就是安怎伫遐帮衬，过来有这个侨胞倒转来，信主了后，因检察留落来，因的家伙拢伫外国啊，拢伫别个所在啊，所以也安尼有迄个需要，所以因做伙伫遮来分享被接待，透过这个彼此的物件的分享，彼此伫遮来相听，所以咱透过爱餐来分享。所以讲，这爱餐咱爱保守，为什么？大家奉献有这资源啊，所以爱好好，莫浪费有好的规矩。这煮这的人嘛足辛苦的，这要整理的人嘛足辛苦的。这服侍每一个人随手甲伫遮来小可来做一个清气，安尼，互咱教会就愈来愈好。对这个安家银行，也是讲咱的食物银行，咱有做这服侍对社区，因为安尼人拢学到哇，因为教南教会做这志工这所做这校园的生命教育做了真好，所以人就安尼慕名而来。教南教会好，是因为毋是牧师的好，是因为大家参与。可能伫小看一个所在，一个接待，你知影有人因为你的接待进而到伫教会啊，嘛有人因为你忽略伊，伊怎啊无来教会啊？嘛有这样呢？我著要摕酒杯你著拄出来，哪会阁揪转去安尼？安尼著无来安尼。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动作拢足要紧。
毋通忽略。所以咱看见这出来教会安尼彼此伫遮来分享，过来透过小组的生活伫遐来分享。因为一个空间5000、3000、5000入来吼，几万个入来，搁较大的空间嘛无法度。所以圣经甲咱讲，伫厝里、伫人家嘛吼，还佫有伫殿里，因做伙拢有遮个分享，所以伫遐彼此来掰饼交陪来分享。所以咱有透过咱的小组，有伫教会，有伫厝里的。你知影透过厝的一个俄罗敬拜吼，你若大声俄罗来敬拜迄个笑声咧满大厅，人会问讲，恁兜是咧创啥啊？你会当甲分享讲阮著咧小组咧活动做欢喜的你要来无？所以就会因为安尼，所以鼓励为虾米伫咱的家庭来起这个祭坛？阮即组伫美莲这吼，伫遐小组小可要煞一个，千万毋通哦！为虾米？因为伫因兜聚会带来祝福因为儿孙哇，要考一个拢一个拢考掉。伊感觉无啥可能的，总是透过祝福祈祷，一个拢考掉。伊就伫遐咧分享咧感谢，感谢主哦。所以慢慢要安怎互伫家庭的中间，成做一个上帝祝福的所在。兄弟姊妹，所以透过这彼此的小组的分享，互信徒主动来彼此来分享、关心看伊别人的需要。所以诚实伫遮来用饭，然后好的规矩伫遮彼此来造就。第二，咱看伫初代教会，因有继续有新业技术的发生哦。咱做伙读来，众人拢惊吓，使徒搁行做技术新业。哇，使徒本来是一般这掠鱼的哦，这一般的百姓哦，但是耶稣甲因装备训练了安怎？哇！伫迄个中间，咱看伊祈祷就有开力。到伫圣殿迄水的门的所在，我拄着一个出世就软骹啊，就是出世就残障身上的哦。伊伫遐讨好心的大爷无嘛，我来本一下啦吼。伊就开始唱歌互听，讲今何因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咧唱这段吼。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叫你起来行，遐尼简单吗？若无好要安怎？总是咱知影讲，看使徒因用信心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兄姊妹，我拄仔伫迄个华语的礼拜考试我讲耶稣的名啥物意思？来，我搁考试一遍。耶稣，无人甲伊问讲你信耶稣，耶稣信耶稣足好，甲伊问耶稣意思啥？上帝要拯救简单来讲，上帝要拯救，上帝要拯救。来讲一遍，上。无你特别咧祈祷，我靠耶稣名，耶稣的名是啥物意思？你拢毋知，要安怎？所以你靠耶稣的名，就你的信心宣告讲，上帝要甲拯救上帝要帮赞哦。阿门是啥物意思？迄个拜六的礼拜迄少年讲阿门都结束啦。我3条讲不过袂要紧啊，就教就会嘛所以阿门是啥物意思？诚心所愿诚心所愿，就讲你的心愿当诚那安尼你咧祈祷，你就知影，我靠耶稣的名，我有信心这个心愿耶稣会甲我祝福。好，这心愿会当达成，心愿会当成安尼。主啊，你医治我，你帮助我靠耶稣的名，阿门。你的信心的祈祷，圣经有真侪这例，讲你靠着信心的祈祷，甲你医治所以彼得安怎？伊讲我经文无啦，总是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医治的大权能，通过彼得的宣告。互即个出世的安怎软骹的，伫遐只有安怎，逐工人光来到伫迄个水的门伫遐，好心的本着啦。伊的人生只是安尼啦，但是因为一个祈祷，改变伊的命运，对无？改变伊的命运，对甲人本靠人逐工甲讲，因为伊家己无法度来。即马呢，行会当走会当跳。
恢复伊正常的生活，伊会通去开始找无共款的这正常的头路，伊毋免搁再靠下西，伊毋免搁靠甲人分哦。所以你要看一个祈祷改变伊的命运，改变伊的生活，检查也因为安尼来祝福搁较侪人。所以使徒行生涯技术，众人会看到哇，祈祷遐尔有效，安尼我就毋免安太岁啊。哦，咱咧面谈我有甲这姊妹讲啊，安牧师伊安问者，啊牧师安我过去拢安太岁，我毋免哦，耶稣甲你安，耶稣甲你保护，耶稣会看顾，啊毋免搁开遐钱啊，安尼有了解无？所以你祈祷就是那像迄个互主的平安临到伫伊啊，你毋免搁再加开遐钱啊，哎哟，兄弟姊妹啊，所以咱毋知就煞，啊知咱就安怎？免啊，直接用祈祷，祝福互阮的囝儿时岁出入拢安怎有平安。祝你车天天使甲保护看顾。啊，若无你安怎？你掠准讲你行伫迄个走廊哦，行伫迄个银机卡，哦，安尼足平安的哦。即个事件进前你还会记3个人，互人弄死无？迄屁孩吼，啊开车伫遐咧飙车，啊，就怎？我看到迄个画面，我真正会记袂，拢袂记啊吼。你看有人，咱就是常常会袂记，对吧？我讲过头1、2个月，普悠玛这个代志你嘛袂记，可能阁有新的代志出来。但是你也想讲，若有这家属会袂记咧？伊一世人袂记咧。检测咱是遐家属是要安怎？但是咱看伊讲，哎，透过这祈祷求主来保护看顾，咱出入有主的同在，主的平安哦。所以有侪这生命见证，就伫咱中间来发生啊。拜五的见证会，有人咧分享伊感情安怎得到医治，伊的生命安怎得到改变。咱的洪先长老伊主持嘛，伊讲哦，我较早啦无入来教会哦，伊一开喙在甲你相拄的时，开喙就先问候你妈妈。我无后白讲啦吼，洪先长老哦，即马做长老啊，对。伊伫遐在分享，因为捌耶稣了后，生命要改变，语言就会改变。我较早伫新庄伫牧会时，有一个因嘛来洗礼哦，就是亲像安尼哦，迄个3字经咱亲像口头禅啦，啊一开始就先问人迄个妈妈的安啦，哦一边伫我办公室坐，咧讲无张伫错错，啊是个牧师啊歹势吼，要安怎改？哎后来就改掉。为什么？因为这个信仰、这个真理来帮助伊，所以互人的生命改变，互人的人生改变哦。所以我为什么讲你有洗礼啊无？紧抓条这个救恩。啊，若无咱像咧坐火车，你会感觉无代志啊。坐伫厝内感觉无代志啊，飞机嘛会弄落来，对毋对？兄弟姊妹，初代教会继续爱教导真理，信仰所了，毋是安尼就停止迄个信仰的一个学习啊，停止了，毋是。咱做伙来读来。常常全无使徒会教示3甲9倍8饼祈祷。咱即马有咧开迄个圣神的有关圣神的教导啊。所以初代教会了后，圣神充满落来，为什么有遐尼大的困难官兵？你祈祷就有困难，你为人祈祷就会通看见生涯技术改变。免啊，互这个真理伫人的心内中间，这个百姓看做奇怪，毋知影，所以咱就透过这个装备训练。伫遐来教导，会通持守这个教导，互人会通捌耶稣基督。透过神奇的一刀，透过你的所问听，免啊帮助人，会通互人了解讲，哇，原来耶稣是伫正生命的顶面。所以你拜一个圣宗做人最多人追到迄个源头就对啊。所以互咱知影啊，我若要去甲人做咧公祭啊，我为什么？无举香，因为耶稣已经为咱付上代价啊，所以迄个香还阁停留伫旧约的信仰啊。耶稣来已经完全帮助咱拄去遮，
所以启示录咱最近咧读有读过了无？圣道的祈祷就是啥像芳芳的香，所以咱用祈祷好才能代表迄个香搁较环保，敢毋是？所以慢慢即个真理会通改变咱的心思意念，哦，咱用心灵的表达。人来讲，你讲我用祈祷比即个搁较好。所以安尼了解，你就知影讲天会无有别个名赏赐互咱，会通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所以持续伫迄个真理的教导帮赞，互遮个人会通安尼我邀请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后礼拜咱就是要举行这个圣礼典，所以每一遍咱领受到这个杯甲饼时，咱就哇，这是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耶稣的宝血为着咱流的，所以咱毋免搁再用精神来祭拜啊，毋免搁再用猪公以色列人用牛羊，用这精神，用粉鸟，用等等这来做无共款的赎罪的这个献祭。今仔日咱毋免搁再遐麻烦，咱用心灵咱真实，因为耶稣上帝样搁代替咱付上代价嘛，所以咱毋免搁再亲像民间信仰，抑搁停留伫迄个旧约遐尔啊麻烦。咱专心专意伫遮来学乐来敬拜咱的主。所以咱看见设立归耶稣的名，有人讲哇，变了足清的呢，无遐麻烦啊。所以伫迄个个别礼拜中间，咱昨伫这个别礼拜中间就通感受。有的人对迄个个别礼拜感受讲，哇，真庄严，也真清，还佫安怎，真好。所以为因为安尼来设立，看伊讲得救，毋是因为你轻轻锵锵啊，西公无法度共应允啊，牧师也无法度啦，只有耶稣。所以耶稣讲，我去为恁备办所在，备办好势，就要过来接恁倒转去。昨伫迄个一念礼拜时阵我就看外口有另外一个家庭对外口经过，一个少年的对伫后壁捧一个哇，迄哪像别庄呢？有围墙，内底佫起别庄，有啥物安尼我看伊捧要捧伊创啥？要捧伊烧啦要烧啥？烧过往的亲人，敢带会着？知？迄无想呢。但是耶稣讲，我去甲你备办所在啊，所以你爱创遮个加开会钱无？毋免啊。所以你要看这个信仰偌自由，就往生，就投胎转世，看是去做伫迄个畜生道就做精仙还是去做伫人阿修罗道，还是天道，你嘛毋知。过来因伫迄个神主牌来拜，你是拜有也拜无？你就定讲往生，投胎转世，你咧拜啥物？知，人就安尼做，我就安尼拜。但是耶稣甲咱讲真清楚，讲你若信靠我，就要得到永远活，我就要引带恁到伫天堂极荣跟快乐的所在。咱过来读的就是新天新地启示录啊，咱最近读到的呢。所以兄弟姊妹啊，真理若教导，咱就会通得到安怎？得到自由啊，得到福音，得到圣洁，会通得到改变啊。所以若有人踮伫耶稣基督内底，伊是真做新创造的人。这旧的代志，这祭司，这物件，用精神来祭拜耶稣，讲我是迄个完全的大祭司，我是上帝用过除去世间人的罪，所以你毋免再靠这个啊。所以教会领受这个恩典福气了后，你就爱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透过一个个别礼拜最后嘛，也阁会通讲话，你毋通讲死就煞无啦。所以透过这个个别礼拜咧分散个别人，哇，是遐尔啊好啊，对无？所以人咧报道到死了嘛，也阁有咧讲话，是毋是？透过个人历历，透过这缅怀个人，也是做这检测，像咱的吴慧玲老师伊的个别礼拜伊伫遐活的时阵，虽然有小儿麻痹，有身躯软弱，但是甲牧师相款，头高中毕业了，就去读新学院，读新学院了，做酒了，对宣教师伫山顶尾柳伫遐来传福音，伫原住民的部落，到伫惠民蒙校，到伫真侪遮个机构马偕学校等等遮，
身躯有软弱，总是比咱遮养族人搁较拍拼。到伫性命教育的国小伫遐来教导，70岁啊，70外，问陈伯志牧师讲，我会使袂？陈牧师讲啦，伊是想讲，这70外啊，对遮的教囡仔吼，敢有法度？但是感谢上帝啊，学生安静咧听，念伊会看遮的相片啊。所以对人报道就是上帝心意，耶稣基督的交托。所以伫迄中间，咱就是要帮助互人会通明白。所以透过设定对象、带导、建立关系、节制、栽培，属灵的家庭的训练，就是要帮助咱来当明白啊。你要怎守稳听话主因心，要怎带人来决志。牧师拢教咱，啊，牧师嘛安尼用，所以足好用，啊是真济带人来信主。顶礼拜甲牧师娘小组聚会了，行过牧师娘上迄鞋啊上足久啊，阮两个就入去啊，入去就甲迄店员开讲啊，当然伫开讲的时已经付钱啊啦，传福音莫付钱大价啊，不过最后带即个店员来决志。真忙伫伊一做遮的杂事处理了后，伊讲我有机会要来教会。毋是我买尔，咱的长老嘛有去买。这要使人得益处、得喜悦，建立他的德行，敢毋是啊？我去啊看到今仔日毋是伊迄个顾店会看惯好啊，我明仔载敢来纳钱，做业绩互伊嘛，对吧？兄姊妹，咱得时不得时安怎伫遮传福音？要怎讲？牧师会教导，会伫遮开属灵家长甲小组长的训练。真实际你要安怎甲人传福音？第二，安怎祈祷？所以顶回有教咱无止的祷告，我会记袂。你咧为着你的亲人祈祷的时候，你茫讲伊无可能信主，伊足困难的啊！你茫安尼宣告嘛？你讲上帝伊是你的宝贝，你所看到的魔鬼撒旦。我爱讲，你伫伊的心上无影响力，圣神叫你感动伊，上帝你会听充满。我要继续为着伊来祈祷。咱的圣王长老较早若要去因兜聚会啊，看因老母会当留落来，拢赶紧走，袂使甲讲福音。最近顶礼拜嘛有带来，伫上帝无恶正的事，总是伫这过程中间有做咱的祈祷，敢毋是吗？咱掠做足困难嘛。咱后礼拜你也看有几个洗礼，敢才会通对因的性命建议。我即马无爱讲互因家己来讲，安怎改变？伫即个祈祷内底，伊家己经历迄个讨伐、自由，来即马做礼拜就真平安，无受搅扰。你即马咱看性命需要栽培啦，咱做伙来读来。既然我所有命令，恁会着驾驶因手。我日子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尾，教是因手，就是用生命来教导，展现你生命影响力。你会通伫你的温书，伟林老师也好，也是讲咱遮的同工，因伫国小、伫国中，也有遮的分享生命教育，也政治，也因为安尼会通带人来到伫教会。透过咱的关怀据点，分享遮的福气，透过无共款的活动，互人欢喜快乐，来到伫咱的中间。透过乐龄这个时间，有真侪遮的乐龄、遮的年长者进入到伫咱教会，进到伫松大，安尼一个一个拢来认捌耶稣。兄姊妹，咱有看是啥物？咱的兄弟姊妹愿意受栽培，属灵家长的训练，这是头一期150个接受超130个左右有这个结业安尼啦慢慢伫这中间，所以我为什么讲3000、5000入来好毋好？咱来思考啦。有教育这属灵家长来关怀这无道的朋友啊无？若无出问题啊。
头前大门足大，后壁大门后门嘛真大，就对后壁走去。总之，咱若好啊，装备训练明年应该上半年牧师阁开小组长的训练，共款免怎引带带领，亲像伫厝里、伫邻家、伫圣殿，咱做伙伫遮引带因，好好来明白上帝的真理，生命会通得到改变，祈祷就有开力。小组长啊，你的祈祷有开力；副组长啊，属灵家长，兄弟姊妹啊，圣经讲信的人有啥物？新约基督对伊啊。信的人有新约基督对伊，念一遍来。信的人有新约基督对，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啊。这是上帝话讲，毋是我讲的哦。所以你有相信无？祈祷就有关系。啊，你若毋知要怎祈祷，天父心思啥人知？讲啊，天父上帝知，靠耶稣名，阿免。安尼有叫简单无？所以你着操练一句、两句、三句了，你着做好祈祷哦。来，咱做伙来读下骹，用华语读起来。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只要开始就会很厉害。搁一遍来，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只要开始。你无需要足厉害才开始啦，只要开始参与，你就会感觉足厉害。为什么？圣神就会充满甲你相同在。有人感觉我都毋知要怎教，我毋知要怎做，我毋知要怎带小组来训练，然后你就是为神献身，然后上帝就互你有无共款的经历。求主来帮助咱，互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哦，亲像使徒遮，因本来真软弱，耶稣受了，因走甲无看人，总是即马还阁愿意徛伫人的面前受压迫的时阵，阁大胆伫遮为主来做见证。毋是。第二，咱看讲，你愿意受栽培啊无？生命成长就会当帮助更较侪人来捌这个福气。无需要足厉害才来，你若来就要成做传福音的歌手，因为你家己会愈来愈经历，你经历上帝恩典，经历上帝的供应。伫你的生命中间哦，你家祈祷，哎呀，真正有效呢！你祈祷真正上帝赏赐啊！咱做伙起立，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咱所听哦。我要建立一群大的勇士，手接我来，一群充满活力的勇士，伊要靠我信心去传福音。我愿去建立教会，哦，愿我靠你坚固，正做一家，正做一体，日日成行的路途。我要建立一群大的勇士，一群充满活力的勇士，因要靠我信心。大声来宣告来，主啊，愿去建立教会，互咱我靠你坚固，正做一家，合做一体，日日成行的路。过来，主啊，愿去甲咱教会，互咱我靠你坚固。做一体，日日成行的路。兄弟来宣告来，主啊，愿去甲咱教会，互我靠你坚固，正做一家，合做一体，日日成行的路。来，姊妹来，较大声来，主啊，愿去甲咱教会。最后做回来，主啊，愿去甲咱教会，互阮我靠
拍保证，荣耀归予咱主。咱做伙来祈祷。主啊，你伫逐世代、逐所在兴起你的百姓，真做大能的勇士。靠着主你所赏赐圣神的开力，阮要伫阮所徛起的所在，伫阮工作的所在，伫阮佚佗的所在、交陪的所在，得时不得时，拢要为主来做见证。因阮知影阮的性命河顶的地渐，亲像草，亲像花，早起真无甚好看，减在下晡时就孤单。阮的性命减在是好亲像一目年久，死无亲像好狮，随时准备要吞食。但是阮若有主你永远的救恩，阮就随时会当去面对这患难来临的事。阮有永远的毋捌，所以阮就无惊遐。求你兴起迦南教会，诚做宣教的教会，互阮每一个人拢诚做大个有溃烂勇士。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叫圣名，阿门。谢谢。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上帝，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因为阮的罪缘故，恁疼阮，你互主耶稣基督诚做一个礼物来送互阮，互阮诚做互阮一生中间享受这么大的恩典。